愿上帝人民愿赐福愿，互伊的面照光愿，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万国中知你的救恩。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列邦拢学了你，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因为你要照公道审判列邦，治理地上的万国。上帝啊，愿列邦学了你，愿列邦拢学了你。现在平安，咱三个来吟诗圣诗31首。圣诗31首，天父疼咱世间正人。请起立，咱要吟全首。
请咱犹原徛地，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会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启用，启用文49篇。启用文49篇，现着我来启，兄弟来引。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会到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子。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这是咱三甲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因带阮伫主日的时，互阮来到你的面前，甲你相见，感动阮用学乐的心开声来学乐你，求受神的光照阮，互阮会照你的旨意反省阮心内的想法。搁使上帝的平安，盘给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阮的心、阮的念头，互阮有信心学习凡事交托主。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保守阮过去一礼拜的路站，设使阮的所行若有得罪你的，阮要伫你的面前悔改认罪。恳求主的恩，搁一摆撤销阮的过失。阮看起家己的无够业，愿意用疼心、谦卑，甲主同行。主，阮感谢你，虽然阮的人生常常充满侪侪的困难、困苦甲挑战，总是你的话教示阮，上帝会互逐项的恩典充满到伫阮。互阮凡事常常充足，通行逐项的好事有够满满。求天父赐阮一粒凡事感谢的心，帮助阮会常常想起主已经
为阮成就的大事，着常常欢喜，着常常祈祷无煞。阮凡事感谢，因为即个是上帝点伫基督耶稣阮的旨意。主，阮感谢你，你捌教示阮到普天的传福音，你会教示阮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赏赐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当阮要遵守你的话、你的调命，对主来行。今仔日，当阮搁要对你的奴仆领受你的教示，学习来做一个门徒。求主的圣神降临到伫阮的中间，除去撒旦魔鬼的交叉，通过牧师的喙开拓你的道理，成做阮的帮赞。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是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19节到26节，和本是180页，台语汉语本是148页。显着咱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为着司提反的事所生起的苦难来四散的人，骗行到腓尼基、基比路、安提阿，无对别人讲道理，只有对犹太人讲那定。但是其中有基比路、古利奈、几那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利尼人传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甲因伫地，信赖归伫主的信赖归主的归伫主的，因的数额不止多。22节，论到遮的人，有消息传到耶路撒冷，互教会听去，因就找巴拿巴去安提阿，已经到看去上帝的恩就欢喜，可劝众人用心志结连伫主，因为伊是好人，有圣神甲信满满，对安尼加添侪人归伫主。伊去大数找扫罗，已经拄着，就带伊到安提阿，因伫教会中聚集1年久，教示侪人，佮学生称做基督徒，是对安提阿去，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去行的人。这是要来赞美，圣歌队要赞美的是俄勒伊的大尊名。Hallelujah,
正道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主题是文道拢传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做来祈祷。哈利路亚！主天父，你是阮堪得阿乐颂赞的上帝。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常常来到你的面头前，用歌声来阿乐你，来甲你赞美。总是主上帝，你竞选阮，呼召阮，毋若是一只享受恩典甲福分，你都互阮承接传福音的使命。因为即个喜乐，即个恩典，你是毋望济人拢通平平来享受，互普世人拢通享受着平安甲喜乐光明的中间。所以恳求主上帝，你的神通过今仔日的经文，就是你的话，倒一摆来甲阮提醒，为着互阮担当传福音的即个任务，互济人通好来做来倚靠你，来跟对主耶稣。愿主上帝你的话，互阮得到感动，互阮得到激励。主，阮将后面分享的时间，全然仰慕伫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世间，敢有啥物免费的代志？这个世间，敢有免费的代志？想好清楚哦，敢有啥物免费的代志？我知影有人会来甲我回答啊，吼。总是咱看咱的人类为了空气甲水，即马爱付出啥物款的代价？免费啊，但是咱爱付出啥物款的代价？后摆水甲空气减使拢爱钱啊。敢有啥物代志是咱无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当得到你所爱的结果甲目标？你拢毋免付出代价，你就当得到你所爱的目标甲结果？敢有即种代志？你拢毋免付出努力，毋免付出代价。当然，咱要付出啥物款的代价，迄着看咱想要得到啥物，咱的目标是啥物。某一个程度，代价也带有牺牲的即个性质。代价带有牺牲的即个性质。我安尼讲好啊，一个学生，伊为着成绩，为着课业。伊对学校迄种下课了后，随时走去补习班。你想即个学生伊牺牲的是啥物？伊牺牲的是啥物？一下课马上冲去补习班，补习到10点、11点才转来，伊牺牲啥物？佚佗、生活、甲朋友、甲亲人互动的机会。对无？检查会牺牲着遮。咱食头路的人，为着拼经济，为着家庭，为着囡仔的友饲，各行各业安尼拍拼做工课，无眠无日，咱有可能牺牲着啥？嘛是有可能是甲咱的亲人、咱的朋友，也是讲咱休息的时间嘛，对无？咱会牺牲着遮。检查咱嘛牺牲着咱的健康啊。对无？凡是有人讲，牧师你安尼讲，无一定是绝对的。伊有的人上帝予伊天才啊，有的人上帝予伊生一好野的家庭啊，伊减安尼奋斗遮济啊，减努力遮济啊，伊也无牺牲着啥啦。总是我要讲的是，一个人有牺牲无牺牲，有付出无付出。敢通用外表来看来评论吗？你想一外口驶好车挂路咧，因拢无因家己烦恼的代志吗？敢有？小共款有啊，有因爱面对的代志啊。今仔日咱的教会，咱承接主耶稣基督，互咱
的即个旨意，爱咱出去传福音，为着上帝国要来得到人的灵魂，互灵魂得救。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互咱安尼的使命。请问，教会要为着得到人的灵魂，教会爱付出啥物款的代价？教会爱牺牲啥物？今仔日咱所读的这个经文，安提阿教会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牺牲司提反的这个性命。当然，这是司提反为着主耶稣的福音，以自愿来付出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学主耶稣基督的脚步，为着得到人的灵魂，来牺牲家己安尼的一个款式。总是司提反所付出安尼的代价，伊敢有法度亲目来看到结果？伊敢有亲目看到结果？安提阿这个所在，教会建立起来，司提反伊敢有得到娱乐？伊敢有得到对人来的这个肯定甲荣耀？甚至这个教会，这个所在教会建立起来，敢有人来纪念？当司提反为着福音甲人伫辩护的时阵，伊敢有去想这个代志？我为了传福音，我要得到娱乐，得到啥？无，伊拢无想到这个代志。检查伊嘛根本毋知影上帝对伊的计划甲安排是啥物。咱看起司提反，伊就是实实在在来传讲上帝要拯救人的这个启示，就是基督的福音。因为伊实实在在传福音，直到伊后面来牺牲家己的性命。司提反传福音的态度，就是付出，就是牺牲。伊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互人明白主耶稣，伊是救主，通好对主耶稣来悔改，来得到救。司提反传福音，伊将来毋是为着家己，伊独独是为着上帝来实现这个拯救的计划。咱来想，主耶稣伊到活地，看去当信神降临的时阵，蒙道使徒的灵命大复兴。耶稣到活地看去这个代志，当安提阿这个所在教会建立起来，福音大大复兴，总是司提反到活地看到这个代志，到活地看到这个代志。总是咱来反省，咱来问咱家己，咱敢会常常想要一我活伫世间的时阵，我想要看到一寡荣耀，我想要得到一寡娱乐，我想要成就着啥物款的代志，我想要亲目看到，我要伫迄个中间。咱敢是常常有安尼的欲望，还是想法？而且常常都是咱无付出啥物。无牺牲啥物，却来想要看到迄个结果，敢毋是？咱有中职会俱乐部、小会俱乐部，甚至全教会咱的和会手册内底记录甲真好。牧师一只甲咱挑战，嘛挑战我家己，遐个拢无准算，只有主耶稣基督手头迄本记录簿。才有准算，敢有阿门？安提阿教会的建立，也是对一群有决心的信徒来组成的。一群有决心的信徒，啥物货是因的决心？主耶稣基督就是因的决心。因传福音，我可是主耶稣的开力。因所传的。就是爱认罪悔改，信主来得救安尼的信息。因传的，就是伊家己相信的；因传的，就是因家己所挖靠的。咱来想，一群受迫害，搁看去一个身体因为福音的缘故来受难，或者的信徒，因既然倒去到其他的所在，
愿意勇敢壮胆，继续传福音。这绝对是信心的帮助甲感动。咱来对照耶稣12个门徒，信心还未降临进前，当耶稣一暗时受了的时阵，门徒敢是倒走？当耶稣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即群门徒12个门徒敢是走去避起来？总是咱看去，当信心降临了后，这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虽然受迫害，看去司提反为着福音的缘故来受难受死，总是因有缘勇敢壮胆，继续来传福音。圣神互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对司提反的见证得到感动，对司提反的这个殉道来得到感动，毋是惊吓。司提反伊用伊的性命来为主做见证，信神在继续感动即群受迫害死线的信徒，继续来为主做见证。所以，咱对即个圣经的描写下面，咱会使了解到一件代志：做见证。做见证这件代志，就是互听甲看去的人，拢愿意为着主的福音来付出、牺牲、付出代价。做见证，就是互听甲看到的人，想要有迄个感动，为着主的福音来牺牲付出，安尼的一个感动，这叫做见证。做见证，毋是互听甲看到的人，想讲信主足轻松的，信主了后来教会要享受这享受迄，然后会当得到啥？今仔日做见证，你若是袂当互人有感动，就想要为着主耶稣，就想要为着福音来牺牲付出，迄拢毋是做见证。反倒会当反映出讲检查主耶稣甲福音，毋是咱的决心，因为咱所讲所表现出来，无将人带来到耶稣甲福音的内底。所以我咧讲一解，做见证是啥物？你来互听到甲看到的人，心内受到信心足大的感动，讲我嘛要跟对主耶稣，我嘛要甲你相共款，我要为着福音主耶稣的缘故来牺牲甲付出。阿门。耶路撒冷教会因听去安提阿有一群愿意为主做见证的信徒，而且因得讲传福音。互济人相共款来跟对主的即个脚步。原来咱看去，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巴拉巴前往来达关心。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甲安提阿关系，就亲像咱台湾总会甲地方教会安尼一个关系。而且你看，圣经所写的教会甲属灵领袖的即个关系是安怎？当时，毋是讲教会信徒甲牧师讲，牧师你要冲哦，拼哦，牧师加油，加油，阮是后壁替你支持。圣经毋是描写安尼呢，圣经描写的是总会耶路撒冷教会，看去一个所在的信徒愿意为主做见证，只晓为着福音牺牲付出。然后差派牧者去到迄个中间关心甲指导。当然，忍心倒摕教会，毋是讲总会袂去关心、袂去协助，总是直接咱来思考即个时间的即个问题。他一个教会无要振动，无要振作，无即个传福音的决心，安尼派几个牧者去，检查拢无路用。无毋对，牧者的责任就是爱互教会振作起来，牧师的责任就是爱互教会振动起来。总是咱想看卖啊，若一间教会伊无想要振动，教互全教会拢愿意振动、振作起来，即个中间爱开偌久的时间？对无要振动，到全教会拢要振动，这爱开偌久的时间？所以对今仔日的经文，咱敢是看去讲。一个有决心的教会，
就配合一个有决心的牧者，做伙同心合意，伫即个中间信靠主，为着上帝个福音，直接牺牲付出甲拍拼吗？敢毋是？你有较无仰望安尼代志无？有阿门无？恁讲一下阿门好无？啊无话我要忍心倒退啊！伫即个中间，咱对经文嘛看去一件代志，要做主的门徒，必须爱谦卑顺服。要做主的门徒，爱谦卑顺服。巴拉巴伊毋若家己去到安提阿迄个所在，家己遮服侍，伊嘛组一个团队，伊伫即个中间牵架新人。巴拉巴甲送组一个团队。巴拉巴所牵架的新人是啥？是啥？扫罗嘛。是安那？我会讲做主的门徒爱谦卑顺服。请问扫罗伫迄个时阵是啥物款的人物？扫罗是啥物款的人物？伊是一个真有名、真有权威的一个列比，就是老师。加马列。即个列比的下骹来学习，对遐来摕到毕业证书，然后成做法利赛人。扫罗会当讲是犹太人内底的属灵领袖，伊是专门研究圣经、教导圣经的人。总是当认主耶稣成做救主的扫罗，当认捌主的扫罗。伊愿意顺服巴拉巴的引带，去到迄个小小的所在，当建立起来迄个小小的教会，一做伙服侍。要做主的门徒，甲你的学历、甲你的经验、甲你的身份地位，无真直接的关系。重点是，你敢有经验过上帝通过信心，互咱的快乐甲温顺。巴拉巴伊家己真清楚啊。今仔日，咱莫讲稳定，咱莫讲信心，咱莫讲福音，咱干那来讲圣经的话，扫罗绝对比巴拉巴较高，因为扫罗就是照安尼训练嘛。莫讲信心，莫讲稳定，才莫讲，干那讲圣经，扫罗就高。总是今仔日要来讲信心的充满，要挖靠主的气来得胜。扫罗伫迄时阵是菜鸟。因为伊干那会晓研究圣经、讲圣经，所以巴拉巴伫遮伊真有智慧，安尼来安排。伊真有智慧安排，伊互安提阿的信徒会当对扫罗这位圣经的老师遐来看去，来得到圣经安那启示，基督要对人的拯救。相时，巴拉巴嘛要互扫罗。对安提阿的信徒身躯顶来看去讲，啥物会互做为主做见证？啥物会互做为主的福音来牺牲甲付出？就亲像扫罗迄个时阵看司提反死伫伊的面头前相共款。巴拿巴要互扫罗看去讲，伊当初安那迫害教会。伊当初安那迫害教会，总是上帝着安怎通过基督的死、甲使徒的死来建立教会。巴拉巴要互扫罗深深体会到一件代志：上帝要成就的事，人袂当阻挡；上帝要成的事，人无法度阻挡。就安尼，伫安提阿迄个所在，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啥物族群的人，因只要信主了后，拢愿意为着主的福音来牺牲、付出、做见证。所以遐个人，伊袂分讲啊，即群吼是信主的犹太人，即群吼是信主的即个希腊人。对因来讲，虽然无共款的族群，总是因着是同伴。因为不管啥物族群的人，因拢是开喙要人讲，迄个拿撒勒人耶稣，伊是救主，上帝通过伊，互咱有极大的恩典。
所以不管你是犹太人、希腊人，还是对一个族群的人，只要愿意传福音的，拢互人称作是啥？拢互人称作是啥？基督徒。甲咱边人讲，你就是基督徒。我嘛是基督徒。各位兄弟姊妹，伫遮牧师要大声向咱每一个人讲一声辛苦。啥牧师来讲辛苦？因为恁过去为着家庭经济，为着囡仔幼稚，恁是恁食头路的所在，遮努力打拼。总是伫这中间，我相信恁嘛牺牲付出真济，对无？恁牺牲付出真济，所以牧师直接甲恁讲辛苦。总是伫即个短短的人生，咱只是要拍拼遮个代志，尽咱的义务甲责任，为着短暂的平安，安尼来努力尔嘛。咱若是无掠掉迄个足好的礼物，即个恩典，你袂感觉足可惜嘛？所以牧师直接甲咱邀请，无毋对，咱是社会，咱是家庭，咱是每一个所在。咱拢有责任，咱拢有义务，咱来付出打拼。总是透过牧师讲，咱的共同的身份是啥？共同身份是啥？基督徒嘛。所以基督徒一定爱为着上帝国、为着福音的缘故来牺牲甲付出。讲对，有阿门无？而且主耶稣基督一定有应允啊。虽然咱付出的是咱的性命，咱牺牲的是咱的性命，总是一天顶主耶稣敢有甲咱陪伴？迄个永远我的性命甲新的形体，敢有？为着安尼，咱得为着福音来打拼，努力牺牲甲付出咱应该有的代价。我咱彼此之间真正亲像保罗、扫罗相共款。谦卑、顺服，甲众兄弟姊妹做伙合适，互堂教会成做一个为了主耶稣的福音来做见证的教会。阿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届的礼拜，阮拢享受着。伫即个中间，不管对诗歌、对上帝你的话，每一个听词，阮拢领受恩典甲福分。总是主，你通过耶稣基督，互阮受竞选的人，也承接传福音的即个责任。愿主上帝，互阮毋若家己享受。嘛去传福音，互更较侪人会当做伙来享受着即个恩典甲福分的内底。愿主上帝你的信心常常充满阮，甲阮三角之地，互阮智慧，互阮开力，互阮得时不得时，拢来传福音。也愿主上帝你的神帮助阮，互阮桃园教会每一个人行出去，拢互人学乐，互人肯定。阮是基督徒，通过安尼来荣耀主上帝你的性命。阮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要三角来吟诗，圣诗384首，圣诗384首。注讲，若要做我学生，请起立吟全首。
也做请坐。这时要由牧师来主持圣礼典。这点，咱要来举行圣礼典，是进行圣餐的进前，咱献到圣诗218首369首，圣诗369首，超过阮的想象。咱用第1、第2、第3节来陪伴咱的心，咱坐咧吟。这个中间请着了。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进来属于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囡仔回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要喙焦希望伊的人好去，因为伊咧得着饱。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甲咱逐人相甲伫地。咱嘛有甲边仔人讲，愿基督平安，甲咱相甲伫地。麦克风关掉。所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说伫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照写来缀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坏，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你袂，既然恁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伊有提饼作声，所以咱也照伊的款式，一领受进行，咱搁一摆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阮即时恳求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的灵转去到主耶稣受骂的迄暝，互阮的灵来看见主耶稣
晚餐的中间，你要安怎来迎接这个饼甘味？咱做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也通杯讲，这个杯是新约，是伫伊的宝血来设立的。你每一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杯是新约，咱每一摆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感谢主了。当咱摕着杯
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表明基督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嘛甲边仔人讲，愿基督平安，甲恁三个伫地。咱做伙祈祷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通过领受饼甲杯，就表明我甲基督的死，甲搁我有份。总是恳求主上帝，你的信心甲阮提醒，阮毋能享受到伫永远我安尼伫应允。也恳求主上帝，你互阮明白主耶稣通过饼甲杯对阮的差派。这个饼就表明阮基督徒爱为着福音的缘故，爱牺牲，爱付出，爱拍破家己，爱看无家己。也通过这个杯来明白。这个中间充满上帝的疼，当我领受上帝的疼的时，这个福音是要带着疼、良善、公义、公平的这个性质。愿主上帝今仔日的饼甲杯，通过信心会当帮助阮，互阮得到提醒，互阮得到激励以及快乐。愿主上帝你的神继续安尼来引带阮。愿安尼向你仰望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的圣礼典就到这。即时要来奉献，咱请张伯钧、赖建成执事来书献。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
谢小姐。即时来报告以前，咱来看今仔日个金句，伫天书单的上后壁，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一遍。大家着专心以信靠主。使徒行传11章23节，请。以信靠主。使徒行传11章23节，大家着专心以信靠主。使徒行传11章23节。即是来报告，郑州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请澳洲服侍的人员，请恁注意来备办心。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的课程，请咱家己来注意。要参与的时，则按时间来参与。第三日是小组聚会的时间，伫遮经证山鹰组。山鹰组即礼拜是关怀探访，其他不变。教会小组大岛的事项，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明细楼顶搭下，请咱找咱的相关的长职来更正。消息报告。本主日第一场甲第二场，咱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姊备办心来参与。另外，下晡1点到2点半，伫705的教室。举行2019年到2020年中职甲团契首长同工的训练会，请新旧任的中职团契的首长甲同工出席来参加。下主日是花莲大专中心的奉献的主日，咱欢迎林小牧师要来转来到伫咱本会来请安分享，请为着花莲大专的事工来关心甲奉献。奖学金审查委员会伫后主日中午12点伫704的教室要召开历学金的审查，请相关的委员来参与。敬请省略陈柏言、张伯钧、陈维民、陈建州、穆桂英、黄淑慧请这几位来出席参加。教会消息。社会公告，2020年新任的中职长老甲执事敬请省略。长老简成、王立泰，执事黄文光、林家豪、陈素妍、罗建业、黄汤廷业、叶立义。2020年团契会长的名单，相邻团契敬请省略。李庆章，妇女团契林江洲，妇女团契尹丽芳，德胜者团契陈素妍，社青的团契邓亚忠，圣歌队赵美珠。第三项圣诞歌对于今仔日开始要开始预购登记到11月初10杂志口味有梅绿豆加雪原3种单价是1块15块，要叫买到6楼咱的宋志堂干事来登记交钱。另外下面的时间要由牧师来带领领袖呼召甲训练请各团契的同工一起做一伙来配合来参加造就，回应这个使命，共同参与传福音的事工。咱对象是全体中职各区邀请的同工甲关心的会友日期是10月20下晡12点半，伫701的教室。11月初3下晡是伫1点，伫701的教室。另外10月份到12月份的新安宫已经到位请到6楼来领取。另外一项补充的报告是10月17，迄是拜四中会咱新的中会的重阳感恩礼拜中阳的感恩礼拜要伫地点要是伫来福新餐厅来福新餐厅。时间是9点开始解释9点开始报名，10点开始失礼9点开始报名，10点开始。下面咱要举行10月份的庆生的活动咱请10月份的庆生的生日的会友，咱到头前来。王水源、王浩杰、简章佑、何伟哲、吴秀娥、杨卓华、吴梦书、吴丽云、李安
安杰、李庆章、周嘉怡、林祖能、林光顺、陈林月平、李金銮、张雅敏、许正台、徐雅愁、连伟豪、陈美纯、陈清志、陈雪丽、陈伟嘉、彭家富、黄朝勇、黄慧香、林武雄、罗黄爱梅、廖云斌、廖永强、楚淑植、赵令君、刘如安、刘俊吉、黎义兰、赖冠飞、赖义林、简碧慧、苏盛燕、刘之宁、李文章、吴敏珍、郑雅雅、潘萧素香。这时，咱要请牧师来补充介绍。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伫本主日的即个报告内底头有讲到吼，等下下晡1点到2点半是咱的新旧林中职以及首长的即个训练造就会。毋忘咱每一位新旧林的中职甲同工做伙来参加，安尼好无？我会点名哦，若是无正当的理由无来，爱请牧师食饭。毋通为着请牧师食饭，调工无来，迄是另外一回事。头挂教会消息第4点，就是即个领袖的呼召甲训练啦，是后礼拜。我想即个领袖的训练，甲即个呼召，其实无咱想象的遮尔严肃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肃。有去参加过，请举手。好，你敢讲牧师的训练好不好玩？敢有好耍？有好耍嘛，所以无咱想象遐尔严肃。所以邀请咱后礼拜即个领袖的训练做伙来参与，好无？好，牧师直接做补充的报告。接下来上营396首，上营396首。
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打要煞回求主祝福。请起立吟全首。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实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毋若互阮享受到永远我的应允内底，就心接主上帝你互阮的责任，爱广传福音。也愿主上帝你的神，互你性命成做活我的见证。也愿通教会会当常常荣光主上帝，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